下位本体，上位得用，本体不正，得用无关。大讲座之称。这个声音在念易经正式证明了正解释的事，可以搜寻善书图书馆。善书图书馆没有注册了，你看 sign up 要注册了。复读观于表位阴阳之颠倒，刚柔之错落也。夫大或上对下序，则流而散，上下为习，有类于纵。纵与天水相违而成纵，大或与则风相失而成过，皆被夫